为着要振兴花莲的农业、渔业，也有畜牧业，农业部有推出农分白，请民众游客去花莲高官买物件。也毋过昨昏实施的头一天，是因为使用的人伤过济啊，系统全小度卡掉咧。啊，毋过农业部即摆解释讲，除了当游客会当去领去用，在地人嘛会当领嘛会当用。啊，那目前系统已经恢复正常。那增到100移动会柜台头前用农分白介绍，不过店员安怎路就是愈袂过。是8351的讯息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扫描 QR code， 错误顺序一直跳。那农会超市无法度顺利用，就连上海行业者替消费者换也拄到问题。然后连我们业者要做兑换也是，就说我们的场域不符合，就是兑换的资格什么的，对。所以问题蛮多的。对。要进行花莲地动了后，当然希望发展农业部推农分白2万斤票期。啊，不过7月初一第一天为申请甲使用状况真济，搁较有外地来人要登去进行使用，无奈卡掉咧。刚才就有一位外地民众刚好要离开花莲，可是就无法上线。昨天晚上抢票的时候就有点卡住，现在要用，就不能用。第一天就出问题，互游客业者是真怨叹。当地农业处解释。流量超过预期，农业部也回应已经紧急加大系统频宽作业，中昼过后状况排除，目前拢恢复正常。我们业者是登录农业易游网之后，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快速收卷。中央除了农分白、花莲旅游补助、花莲进行文化币等等，也用真济方式来挽救当地员工。虽然业者讲文化币对生理有帮助，啊，不过大部分是在地人咧使用。即马晓热，花莲各饭店住房率平均只有2成。第一个是余震的问题，再来就是路况的问题。那因为就在上个礼拜，苏花公路一段有个这个土石流，其实我们的住房率又都下滑了这个1%。交通的问题还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担忧。在地的孩子们，高中生、大学的部分也蛮多，大概8成，那有2成是外地的。陆续业者拢讲，目前来算的人无济，那安尼农分白换甲使用，那会流量伤过大去卡掉咧。也有可能有部分的领取对象，他本身也是花莲的民众，他到附近的乡镇，或者是到花莲的中部、南部这边来做游玩，所以都是有可能的。原来花莲当地人也领农分白，那定规伫花莲农园定级进行，是要进行员工除了靠相关的补助，要互游客来遮包含来往花莲交通等真济方面，拢爱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